各位觀眾，今日亞黃辣爆咧，就必須要辣一辣壹傳媒。而家咧，佢哋已經開刀裁員啦。喺咁嘅情況底下，佢哋嘅員工不受保障，所以亦都必須辣一辣無良老闆黎智英。今日我哋請到鄧家彪先生咧嚟到亞黃辣爆，辣一辣呢個無良老闆黎智英，歡迎你。多謝你阿黃，呢件事大家都好關心，唔係要辣一辣啊，係要辣爆呢個咁嘅衰老闆。其實呢件事呢，就已經呢係醞釀已久㗎啦。嗱，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唔係實賺，人人都知裁員亦都難免不斷會喺各種情況底下呢係會出現嘅。但係問題就係呢，呢個自詡為民主、自由、言論、公義要維護嘅壹傳媒集團呢，就一再食言。黎智英呢，就中晒佢自己自落個降頭，話絕對唔會多次講呢，就唔會炒佢哋嘅員工嘅，唔會呢係執佢哋屬下嘅機構嘅。如果唔係，就正契弟。而家黎智英呢，就真係正契弟啦，因為佢用咗係好唔公義、好唔道德嘅手法嚟去對佢屬下甘心為佢賣命嘅員工。嗱，一方面其實佢已經準備係收縮佢嘅經營，但係咧佢又要氹住啲員工，喂，你哋唔使擔心，我唔會炒你哋嘅，我咧一定會咧同你哋同舟共濟嘅。但係結果而家點啊？而家咧就係試招炒魷，嚟完一鑊又嚟一鑊。上個月已經咧係對於喺台灣咧嗰個壹週刊咧就已經賣咗啦。而家咧係到香港。另一方面，佢又對於佢嘅股東咧就從來都唔透露佢嗰個集團經營嘅情況，從來都唔透露，會係不斷咧嚟去裁減佢屬下嘅機構，唔會咧係講咧啲真相出嚟。咁樣俾我哋感覺到咧，其實佢喺度呃住啲員工，又呃住啲股東。嗱，而家咧紙包唔住火啦，終於出現。而家咧壹傳媒屬下嘅工會咧，其實喺早前咧同佢哋嘅集團係傾過，但係結果不得要領。而黎智英咧又冇喺呢個會面裏面出現喎。嗱，而家咧佢哋嘅員工咧真係好似熱鍋上嘅螞蟻。鄧家彪，你點睇啊呢件事？黎智英咧都可以話喺契弟之中咧最無恥、最奸狡。嗱，我哋最近睇佢嗰個嘅賣盤，賣俾壹週刊啊，賣俾另一個傳媒老闆。其實我哋跟呢啲傳媒結業或者傳媒賣盤咧，我哋都知道咧有人成日艱難嘅，但係就未見過咁低透明度，咁奸狡。而且好明顯咧，就氹住員工、呃住員工，亦都拒絕同佢哋做出一啲真實嘅承諾。我哋好擔心嘅喎。嗱，我哋睇最近有線電視嗰個風波，好似而家應該平安度過啦。嗰陣時都醖釀過會唔會裁員啊？但係其實個管理層即刻出嚟有承擔、有擔當，澄清所有謠言，亦都冇事發生。但係壹週刊或者壹傳媒個作風就完全唔同，冇透明度，老闆唔現身，冇定心丸派俾員工，最後真係流傳出嚟嘅壞消息，全部付之實行，賣盤、裁員、假自僱，全部衰嘅嘢出晒嚟。我哋先講賣盤，我哋好驚啊！作為勞工工作者好驚咧，呢啲咁嘅集團嘅易手咧，裡面有啲咧唔見得光嘅細節，到你賣咗啦先知咩咧？舉個例咯，譬如作價5億，可能其中一個條件就係要個集團瘦身，新買家梗係唔做醜人啦，我俾錢你自己做醜人，邊個做醜人啊？又係肥佬黎啦，會唔會有咁嘅可能呢？佢要交代。但係之前講嗰啲假自僱出現咗啦，
裁員出現咗啦。一週刊賣盤前會唔會瘦身？即係會唔會裁員？冇人知，唔敢承諾。所以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已經逐步咧，有啲係即係所謂解僱啦，遣散啦。我就絕對有道理，有即係證據咁懷疑咧，點解要咁快搞呢啲嘢咧？唔係頂唔順，而係趁取消對沖落實之前，有得沖啊嘛，沖咗佢咯，俾遣散費你，大概100蚊遣散費，90蚊係你打工仔嘅強積金嘅錢，趁仲有呢個惡法之前，沖咗佢。所以咧，係咯，黎智英咧個做法咧就好無恥嘅，無恥到點咧？佢哋集團下面某個總編輯就講咧，黎智英對佢哋而家咧就係賣佢哋落去記債，係咁樣形容，好慘啊！佢哋啲員工嗱，好似頭先你講，究竟佢可能會對新買家作啲咩承諾？冇人知嘅喎，冇人知㗎。但係咧，最近佢採取啲措施咧，就令到啲員工就好火滾喎。咩措施咧？佢將財經啊、馬經啊、一啲體育啊、一啲副刊啦嘅美術部就已經咧就首先推行外判。個外判係點樣咧？就係揾原來美術部嘅主管，喂，你去開間公司啦，簽個合約，但係個合約你知唔知幾耐啊？根據報道出嚟咧，嗰個合約咧係到明年3月，即係話幾多個月啊？你數下手指，10隻手指都數唔到，都冇啊！喂，氹住你先你開間公司呢個好短期，10隻手指都數唔到合約，就叫啲員工咧，你就選啦。究竟你想佢轉去新公司咧，還是咧就選擇就係呢個係被裁，得兩條路。咁咧嗰度大概幾十個員工，40-50度。根據咧嗰個調查工會調查嘅反映，絕大部分都不滿意呢個咁嘅做法，只係得咧1/4嘅人咧可能咧係選去呢個所謂嘅新公司。仲過癮喎！呢個所謂新公司咧，你知唔知咧？呢個新公司就喺翻呢一個蘋果大樓，喺翻佢間廠，喺翻佢間公司所有嘅生財工具咩啊，包括電腦啊、排版啊諸如此類嘅操作，全部都喺翻咧壹傳媒集團嘅機構裏面嘅某某成立一間新公司。喂，呢個擺明就揾老襯揾到加01啦，明明就係假自僱啦，竟然咧用咁樣嘅招數咧嚟去對啲員工，仲辣嘅咧就係話逼啲員工，你只係可以按照勞工法例所規定嘅就得咁多啦。個員工咧要求按照年資，喂，我咁多年跟住你捱生捱死，同你坐埋上個賊船，希望有額外補償，但係結果冇得傾。好似頭先我講嘅，黎智英都冇現身見工會啲代表，喂，你點睇法啊？所以頭先講啦，你話推佢去邊度咧？我就覺得咧，推去火坑因為咧呢啲咁嘅將個工序外判咧，翻唔到轉頭嘅。今日我就應承你，我俾個好價你，你仲可以接出面嗰啲 part time， 接出面嘅 job， 所以你嘅收入咧可以比而家更好。但係呢啲通常係假嘅，可能係半年之後咧，呢啲 job 慢慢消失。但係咧嗰啲咁嘅判咗出去嘅員工咧，冇晒保障。到時追邊個咧？追嗰間虛擬嘅公司。總之同蘋果或者同壹週刊嘅集團咧冇晒關係。呢啲係推去火坑嘅。咁所以咧，工會喺7月份做過一個密站，即係做一個抗議咧。其實我當日都有出席，因為始終都係打工仔嚇。雖然個辦報嘅風格我哋十分之唔同意，但係都係打工仔，應該係受法律保障。個老闆都應該有社會道德良心，
但係好明顯呢個肥佬黎呃完市民，再呃打工仔。嗱，你係去參加默站支持佢哋啲員工，你覺得啲員工點咧？憤怒，覺得自己一直俾人呃，管理層包括大老闆拒絕作出有誠意嘅溝通。嗱，員工咧要求額外補償翻佢哋多年嚟嘅辛勞，你贊唔贊成？你支唔支持咧？喺對沖咁嘅惡法底下，即係話要取消對沖啊！咁啊，如果你話取消咗咧，工友嘅保障多啲，冇嘢好講。但係而家100蚊嘅遣散費。譬如我當年跟亞視但係佢真係結業啊嘛，真係俾人真係入稟法庭啊嘛。100蚊嘅遣散費，93蚊係強積金戶口嘅錢，咁你話幾離譜？邊有保障呢？原來大部分係自己嘅錢，所以合情合理，加上壹傳媒集團呢，仲有最少擺出嚟啫，5億嘅現金。肥佬黎唔知咩途徑收到嘅錢，仲有幾多呢？冇人知，但係最少5億。老闆如果無良咧，都唔好講啦，即係老闆為自己利益都好難講。但係肥佬黎咧講明佢又話要維護公義、維護民主，又講什麼自由。喂，佢而家咧反口覆舌，出賣嗰啲員工喎，嗰啲員工而家想攞翻多啲補償，合唔合理咧？你覺得？我呼籲咧。真係唔好殺到埋身，自己冇得轉彎咧，先至喐手。我呼籲呢個工會呢啲員工罷工，向呢個咁嘅肥佬黎，向呢啲咧冷酷無情嘅管理層咧作出最嚴峻嘅警示。之前默站可能係用咗半個小時影響咗個運作，今次留喺辦公室咯，按章工作咯。合約同我講嘅喎，做1個禮拜可能做40幾個鐘，我部40幾個鐘咋？但係人都知傳媒點知做40幾個鐘咯？用唔同嘅工業行動向呢個管理層真係要明確講，我哋要生存，我哋要飯碗。尤其是咧，黎智英咧收埋咧咁多嘅肥水，大家都知啦，嗰啲肥水唔知嚟自邊一度嘅同咧美國就好有關係嘅，好把炮㗎，同 Mark Simon 就好有關係嘅，共和黨代表嚟㗎，幾緊要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佢又過往嗰幾年拎咗幾千萬，其實呢個就係曝咗光嗰啲啫，4300幾萬俾4大政黨最近長毛梁國雄嗰件案件咧嘅審都爆咗呢啲咁樣嘅黑金勾結嘅運作啦。喂！佢有錢去俾黑金收買啲政黨，點解唔將啲錢嚟去俾啲員工呢？你係點睇法呢？究竟佢收到嘅錢係咪拎晒出嚟俾政黨，自己有冇袋呢？冇人知。咁但係無論如何呢，你講到呢個問題，阿黃呢，我已經超越咗僱傭範疇，政府、律政司甚至係廉政公署一定要徹查。嗱，其實呢，我好希望呢，即係律政司咧就唔好冇牙老虎。對於咧係梁國雄收黎智英嘅黑金咧，雖然法庭已經作出裁決，但係呢個大家睇到咧係司法不公。7月31號係香港司法界最黑暗一日，我好希望律政司就一定係要上訴嚟去攞翻嗰個公義出嚟。但係我而家講緊呢件事啦，既然黎智英有錢去派黑金，黎智英有錢去收買啲政黨，點解佢唔去益下嗰啲員工呢？我覺得呢個就係天理不容咯，冇良心咯。就算佢集團帳面有5億現金，你5億現金少一個零，惠及下個啲員工，始終咧呢個壹週刊集團咧，即係或者壹傳媒集團20幾年喺香港咧，啲員工冇工就落。咁你就咁27年噶啦喎！唉，好啊，有得對沖啊，沖走佢啦，拜拜啦，俾遣散費你啊！我做咗責任，即係僱主嘅責任，呢啲係完全講唔通㗎嘛。所以咧，而家呢個事件咧，就僅係美術部開始，僅咧係飲食男女呢份雜誌開始，但係咧其他嗰啲咧就係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唔知幾時咧殺到我呢個部門埋身，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
剛才你呼籲請佢哋啲員工咧，大家要齊心要團結，甚至可以不惜採取呢個工業行動，我都好支持，我都好贊成。點揾你啊，鄧家彪？想揾我或者揾工聯會就十分之容易嘅啊！隨時打電話俾阿彪，咁啊呢度唔講啦，因為咧一上網就揾到阿彪嘅電話。但係最重要就係工友齊心，最重要就係俾到咧管理層有壓力，起碼喺呢一刻，肥佬黎同埋管理層一定要披露究竟一週行賣盤有冇不道德嘅條款，有冇係苛待員工，要員工大幅嘅裁員嘅條款，呢度一定要交代。其實咧，壹傳媒集團作為一個上市公司咧，其實都唔能夠，亦都不應當咧隻手遮天。我認為咧，佢哋真係有需要咧向股東交代。喂，你作為一個上市公司，咁樣去對嗰啲員工，老實講，你想搞得好嗰個盤生意都難啦，係咪啊？嗰啲員工覺得我係受騙嘅，俾個最大嘅騙子而家咁樣咧，係賣落去記債，咁點會做得好咧？喂，呢盤生意如果我買咗壹傳媒集團嘅股票，大佬蝕嘅喎，所以我覺得咧，嗰啲股東都要過問下呢件事啦。另外咧，我覺得證監都要睇睇呢件事啦，因為如果一路以嚟我知道佢嘅經營實況，我知道係咁樣嘅狀況，買唔買佢嘅股票我都有得諗啊嘛。但我又唔知喎，而家個情形我就係蒙在鼓中。其實呢個嚟講呢，我覺得係咪都應當係要向公眾交代呢？你認為點啊？第一就係嗰個資產狀況，第二就係個營運狀況，第三壹傳媒集團呢，我諗一個好重要嘅品牌就係壹週行。咁樣賣盤究竟有冇同股東交代呢？有冇開特別股東大會呢？似乎呢啲呢，再次講就係透明度好低。所以我哋頭先講呢，打工仔啊可以揾工會，小股東就揾證監會去查。我覺得呢，相關嘅部門應當要跟進。員工呢，其實真係而家呢，係要靠大家自己齊心嚟去保障自己嘅權益。因為你而家仲返緊工㗎嘛，係嘛？咁係咪應當要即係唔好咧？就係各顧各㗎啦。而家一定要齊心啦。如果唔齊心咧，就保唔到自己飯碗啦。尤其是咧，我就覺得咧，而家壹傳媒集團咁嘅假自僱外判嘅做法咧，如果喺香港嘅傳媒嘅行業係去帶咗個咁壞嘅頭，推佢開出去咧。咁就好陰公㗎啦，好陰公啊！朝不保夕。今日就係教呢個嘅富行、馬經啊、財經、體育判晒出去。聽日港民，後日就政治，乜都得。第一，專業操守喺邊度？監管唔到。第二，新聞工作者呢啲傳媒工作者朝不保夕，咁呢啲都係大問題。如果肥佬黎成功透過呢個模式開一個壞先河呢，就真係千古罪人啦！嗱，所以咧，我認為咧，公眾基於呢個係呢個大家都睇到咧，呢個傳媒嘅作用係好咁緊要咧。其實大家都應當咧要發聲，要監察，絕對唔應當支持同埋係大家咧係對於佢哋咁樣去搞假自僱係熟視無睹。如果咁樣搞法落去咧，唔單止壹傳媒集團嘅員工受害，將來咧亦都會影響到咧喺成個傳媒業界，始終有一日咧可能都會係燒到埋身，所以大家都應該要發聲嘅。係啊，制止假自僱，假自僱就係冇保障、冇福利、冇晉升，真係不容嘅。再者咧，其實我哋睇翻呢個壹傳媒咧，過往大家都知道㗎啦。佢哋咧係嗰個報導編採嘅方針咧，就係反中亂港，咁咧就係令到咧香港咧就係混亂不已，尤其是咧散播各種嘅言論咧都好不實，佢嘅採訪手法咧亦都係好
好令到就係公眾咧係擔心，因為佢哋開傳媒狗仔隊嘅先河。嗱，咁搞狗仔隊又好，搞呢個失實嘅報導又好，其實咧都令到公眾咧就係都嗰個係受好大嘅威脅，所以因此亦都令到佢咧嗰個報導嘅公信力一落千丈。其實咧亦都係説明咧係由於佢哋過往咁嘅做法，先造成今日呢個係嘅結果。咁你又點睇法咧？呢個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肥佬黎呃完市民，而家就呃員工，咎由自取。當然呢，作為員工權益嘅角度呢，真係要團結起嚟，爭取咧自己應有嘅權益。肥佬黎同管理層係一定呢，係要你同呢班員工同工會呢坦誠去交代，作出一啲承諾。咁至於你話《蘋果日報》或者嗰個傳媒集團嘅風氣呢，由佢廣告嘅量有幾多廣告商肯賣喺嗰度賣廣告已經得知一二啦，就係大家都對佢冇信心啦嘛。各位市民、各位觀眾，而家嘅情況呢，我哋只能夠自求多福。我好希望呢係壹傳媒集團嘅員工呢，大家真係要齊心。而家只有靠佢哋自己齊心團結，然後先可以呢保障佢哋嘅職業生活，然後先可以爭取到佢哋合理嘅權益。我同鄧家彪呢都好支持嗰啲員工呢係同佢哋嘅老闆、同佢哋集團講呢，要爭取額外嘅補償。我好希望公眾能夠對佢哋嘅合情、合理、合法嘅爭取呢，大家都俾啲支持佢哋。今日我哋好多謝鄧家彪上嚟同我哋分享，多謝你。